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11节到28节，以西结书35章第1节到第2章的第1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23节到3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上帝面前。以西结书是一个充满着真奇与现象的先知预言的册，但是圣经的重点并不是在伫这个真奇异的这个上顶，乃是上帝信息的传达。因为圣经内底，上帝对先知以西结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爱去对什么人传达我的信息。以西结书35章第1节到第2章的第1节，记载着上帝安怎命令先知以西结的话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以东人传达我的信息，指责因，着甲因讲我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以东人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伸手攻击你，互你趴远荒废。我要互你的城镇趴远，互你的土地变做荒埔，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你对古早就怨恨以色列因为罪恶灌满受刑罚的时，你甲因放互人屠杀。所以我至权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。我要互你拄着老血的报应，血一定会追入你。你既然无怨恨他人流血，流人血的罪一定甲你填一世人。我要互西尼山趴远荒废，无要互人搁对遐经过。我要互以东所有的山遍满新尸。互倒台时的人倒伫你的山峦山谷甲溪沟，我要互你永远荒废，无搁有人住伫你的城镇，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你要讲犹大甲以色列这两个国甲因的土地拢是我的，做我的产业，其实上主还伫遐，所以至权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，你安怎受气怨恨我的子民，我嘛要照安尼来对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，要互因来捌我，迄时你就知我上主有听见你侮辱以色列众山的话，讲这个山已经荒废，我要互阮吞灭。你自个看口无站杂来攻击我的话，我拢有听见。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，我一定要互你荒废。迄时全地要欢喜快乐，你伫以色列的地趴远的时欢喜，我嘛要照你所做对待你。西尼山甲以东全国拢要趴远荒废，人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命令我对以色列的众山传达伊的信息，将至权上主的话甲恁讲，着爱以色列人传达上帝的信息。迄个目的就是要爱互以色列人捌上帝，来亲近上帝。彼得伫领受着上帝迄个异象了后，也得到这个哥尼流派人来邀请伊前往哥尼流的家。迄时，当彼得到伫哥尼流因兜的时阵，哥尼流已经邀请着伊的亲人甲朋友伫因兜伫听候。哥尼流本身是一个听主的人，伊真乐意关注，伊毋茫伊的亲人甲伊的朋友也会通
伫彼得遐来得到福音，会通来亲近上帝。使徒行传第10章23节到33节，隔日彼得起来甲因做伙去，嘛有几若个约帕的信徒做伙去。隔日因到伫该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邀请伊的亲人甲朋友伫听候。彼得入去，哥尼流就进前来迎接，拍伫伊的骹前甲伊拜。彼得甲伊喊起来讲：起来，我家己嘛是人。彼得甲伊迄哪行哪讲话入去内面，看到真侪人已经聚集伫遐，就对因讲：恁毋知照阮的规定，犹太人袂用得甲外邦人交陪来往。毋过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族群的人，拢毋通看伊做无亲戚，还是误会。所以恁请我来，我就无提时就来。但请问恁为着什么代志请我来？哥尼流讲4日前，拄伫这个时阵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我伫厝内伫祈祷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个穿光显显的衫徛伫我面前，讲：哥尼流，上帝已经听见你的祈祷，嘛会记得你所做真济人的事，你就找人去约帕，请一个叫彼得的西门来，伊做人客踮伫海边并皮仔师傅西门迄因兜，我就随时找人去请你来，等你来啦，实在真好。现在阮拢聚集伫上帝面前，要听主命令你所要讲隆重的话。这是传福音的热情，也是基督徒所需要具备的。咱的亲人以及朋友会当甲咱同款来领受主福音的救恩。诗篇35篇11节到28节，凶恶的见证人站出来，因查问我毋知的事，因对我用歹报好，互我孤苦无助。毋过因破病时，我穿满衫悲伤，刻苦禁食，为着因伫额头祈祷。我款待因做我的朋友，做我的兄弟。我哭了哀伤，因敢若为着老母死去的悲伤。毋过我跋倒失败的时，因斗阵欢喜。连青份人嘛一直甲我凌辱攻击，因做伙逼伤我，取笑我，痛恨我，对我家己切起。主啊，你哪会点点地看？要搁偌久？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，救我的性命脱离少壮的师。我要伫大会中感谢你，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你。求你毋通永远无缘无故对着我的人对我夸口，毋通互无理由怨恨我的人甲我讲，因无讲和平的话，颠倒造谣，中伤意爱和平的人。因开嘴大声攻击我，讲你看咧，我有亲目看到。上主啊，你已经有看到，求你毋通点点。主啊，毋通我徛远毋插我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求你精神，求你起来，为着我辩护，替我伸冤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判断，毋通互因伫我的面前洋洋得意，毋通永远因心内讲你看，代志拄照咱的心愿，毋通永远因讲阮已经甲伊吞落去。愿爱我拄着患难的人拢见笑闹开，愿骄傲对待我的人拢失望见笑。愿爱我受判无罪的人快乐欢喜。愿因不是讲
着尊上主做大，因为伊喜爱伊的仆人平安繁荣。我的嘴唇要宣扬你的义，规日来称赞你。恳求上帝的圣神来充满阮，互阮会当愿意来亲近你，得到你救恩的恩福。恳求主施阮赐福，互阮会当踮伫主的面前，成做忠心的服侍者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